大家好，今集唔講你唔知，要同大家講下鋁窗。相信唔少人都睇過政府關於鋁窗檢查嘅一個宣傳廣告，明白到鋁窗嘅重要性。尤其喺高樓林立嘅香港，周圍都係摩天大樓，鋁窗嘅安全呢就好緊要啦。所以今日我就同大家分享下鋁窗裝修嘅時候一定要做嘅7件事，記得 save 低條片喺裝修嗰陣攞返出嚟睇一睇喎。首先第一樣呢，就係遵守法律。喺香港，鋁窗唔係你叫裝修公司幫你裝修嗰陣順便換埋就得。好多人都唔知，其實換鋁窗係屬於小型工程監管制度入面嘅項目，一定要揾合資格嘅人士，例如有註冊小型工程嘅承辦商同屋宇署報備先得，唔係話你想換就換得㗎。而另一方面呢，有唔少屋苑都係有規定外窗嘅顏色要相同，即係雙面式規範，所以建議就可以用雙面式嘅鋁窗，外面就跟大廈規定，而入面呢就可以配合返你自己屋企嘅裝修風格。第二樣就係窗框尺寸，鋁窗主要分為兩部分，第一部分呢係窗框，而第二部分就係玻璃。一般窗框嚟講，建議就最少要用50料，即係窗框嘅厚度大約要喺50mm 或以上。而如果你係要做超大玻璃嘅話，就更加要加厚。至於玻璃，因為而家唔少人都追求大面積嘅觀景窗，所以建議要用8至10mm 或以上嘅強化玻璃，咁先可以保障佢嘅強度同安全。而最重要嘅一點係，因為每一間屋都有唔同嘅要求同埋情況，所以一定要師傅喺現場量度，確保鋁材唔會超出佢嘅承重極限。第三樣呢，就係防水工程，鋁窗嘅滲水問題可以係話裝修界嘅投訴榜第一名，最主要都係因為防水膠嘅問題，所以裝修嘅時候一定要用優質嘅防水膠同埋耐候性嘅玻璃膠，唔可以求其。裝好之後落大雨嗰陣時望一望，或者直接攞水喉喺窗外面連續噴15至20分鐘，睇下窗台石啊、窗框邊位或者啲膠邊位有冇水漬。當然啦，如果你想更專業，都可以揾專業人士用試水壓機嚟做測試。畢竟香港屬於熱帶地區，夏天嘅時候又多雨又多颱風，如果有漏水問題，就會有安全風險。第四樣呢，就係施工安全。由於鋁窗係涉及戶外高空工程，係一定要搭棚去做，咁樣既可以保護師傅，亦都可以保障業主。畢竟萬一有高空雜物或者工人受傷，業主都有機會要負上法律責任。所以業主喺施工嘅時候，可以留意換窗嘅工人有冇搭棚去做，公司有冇買好保險。畢竟安全永遠都要係放喺第一位。第五樣就係玻璃嘅選擇。普遍嚟講，喺做鋁窗裝修嘅時候，一般都建議用強化玻璃。但係如果你對聲音好敏感，又或者你屋企位處於西斜嘅位置，咁雙層玻璃又或者叫中空玻璃就比較好啦。佢既可以有效隔熱，亦都有更好嘅隔音效果。而如果你住嘅地方室內外溫差會比較大，就可以考慮用斷橋鋁窗框，再配合優質嘅膠邊，可以減少熱傳導，避免窗框有倒汗水搞到發毛。另外，你都可以喺玻璃上面加防爆網，唔單止係為咗安全，仲可以隔絕紫外線，保護家私同埋皮膚。第六樣就係保護措施，唔單止喺裝修嘅時候需要，對於業主嘅使用都需要保護㗎。如果屋企有小朋友又或者寵物，咁裝返個窗花絕對係一個安全保障。而家嘅窗花已經唔似以前咁老土，多咗好多唔同嘅款式，例如有可以拆嘅，又或者係透明嘅，安全同美觀都可以兼顧。另外，亦都可以揀裝蚊網或者貓網，但就記得要揀有安全扣或者磁石嘅款式，通風之餘仲可以防止意外跌落。第七樣就係檢查維護，鋁窗並唔係一樣可以裝完就唔理嘅嘢。定時定候保養先至可以保障使用嘅安全。畢竟鋁窗嘅安全其實好依賴五金配件，包括滑輪、鉸位同埋手柄。要定期檢查膠邊有冇老化硬化，五金配件有冇損傷需要更換，
尤其喺私人住宅，如果樓齡超過10年或以上，收到屋宇署嘅強制驗窗通知，就必須要請合資格人士進行強制驗窗，唔可以拖㗎。只要你做齊呢7樣嘢，相信你可以好好享受窗外嘅景色，唔怕風吹雨打。屋企作為避風港，安全又穩陣嘅鋁窗，先至可以令你無憂無慮，做好每一個細節，保障自己，亦都保障他人，咁就冇有怕啦。所以如果你而家準備要裝修，咁就快啲 save 低呢條片啦。中意今集嘅內容，記得 like、subscribe 同埋 share 俾準備要裝修嘅朋友啊！如果你想要一站式嘅裝修服務呢，都可以 text 我哋幫你報價㗎。下集見。